我哋今日嚟講下穩定幣。早排咧，特朗普宣布咗一個叫做 Genius 法案，咁穩定幣呢個嘢就出現喺大家嘅眼前。但係其實穩定幣唔係新嘢嚟嘅，好早就有啦。喺2014年就有一隻叫做 USDT 嘅穩定幣出現咗。咁穩定幣究竟係咩嘢咧？有咩用？點解會出現穩定幣？早期幣圈好火，炒虛擬貨幣嘅時候，比特幣係咪？大家想去持有或者去購買比特幣嘅時候係點交易嘅咧？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嚇，A 想買 B 嘅比特幣，咁一開始大家商量好價錢，比如講話 A 用100蚊買 B 一個穩定幣，A 就要將 B 嘅銀行帳號啊、密碼啲或者點俾錢嗰啲輸入，然後轉錢俾 B 就接收到款之後就將比特幣俾 A 係咪？係啲比特幣虛擬貨幣嘅價值波動好大嘅，咁就會導致一個咩問題咧？喺 B 操作完銀行轉帳嘅時候，可能比特幣漲咗或者跌咗啊，就會有一個時間差，有一個價值差喺度啦。咁比如講話比特幣漲咗，B 肯定唔制啦。你100蚊換我一個，依家唔得喎，我漲咗，你要俾200蚊，我係咪？如果係跌咗 A 又唔制啦，我100蚊我想買你2個。就會存咗呢啲問題，咁呢個時候就有個機構跳出嚟話：你同我交易啦，我出一種幣叫穩定幣，係1比1兌換美元或者其他國家嘅法定貨幣嘅。你同我交易冇時間差，就唔存在呢啲因為波動帶嚟嘅價值問題啦，係咪？咁嗰個過程就變成咗，都係 A 想同 B 買比特幣，B 先將手上嘅比特幣俾咗機構，換機構穩定幣翻嚟。B 就攞住從機構手上攞翻嚟嘅穩定幣同 A 去交易，一 round 落嚟之後，穩定幣就到咗 A 手上，B 手上咧就有咗 cash。A 如果最想要 cash 或者要兌換嗰個比特幣嘅時候，A 就攞住穩定幣去同機構去兌換去交易。呢個過程就係穩定幣點解出現或者講穩定幣嘅最開始嘅作用。聰明嘅朋友肯定知道，穩定幣嘅核心就係1比1兌換美元或者講其他國家嘅法定貨幣。雖然大多數時間都係美元嚇，但係如果冇得1比1嘅時候，就出現咗問題啦。咩情況下得1比1咧？比如講機構話我有1000萬嘅美元，咁我想發行1000萬嘅穩定幣，係咪就將1000萬嘅穩定幣發行出去啦？但係機構唔會攞住嗰1000萬或者從散戶手上攞翻嚟嘅現金兌換翻嚟嘅現金擺喺度唔喐噶嘛，短期美債4到5%嘅利息，機構肯定攞筆錢去買短期美債去賺息差噶嘛。咁呢個時候好簡單，比如講佢1000萬全部兌換晒出去，咁呢個時候大家都攞住穩定幣嚟攞翻美元嘅時候，呢鋪大鑊喎，呢啲短期美債未到期喎，未回水喎，點算啊？著草走佬啦，散戶就攞住一批冇價值或者乜都冇用嘅穩定幣，血本無歸啊！呢個過程都未明嘅，仲可以最簡單啲嘅，比如講我依家有1蚊雞，我喺路邊執咗嚿石仔，就同張三講：嗱，你俾1蚊雞我俾嚿石仔你，你憑呢嚿石仔咧可以去隔離村睇嗰個村花跳舞嘅。到時睇完之後，你攞個石仔俾我，我再俾翻1蚊。張三就話：哇，有咁筍嘅嘢，咁就同李四講啦。咁李四又嚟同我兌換啦。一 round 落嚟之後，我將 A、B、C、D 到26個都兌換晒啦。咁我係咪從1蚊就變成咗27蚊啦？即係話我用26嚿石就可以換成咗26個美金。呢鋪頂癮喎，我想過澳門去篤一波喎，或者講我想買晒德國贏喎，贏咗大家都係歡喜係咪？你又有錢回水，我又賺到錢。輸咗咧，要麼著草，要麼天台見。用幾嚿石仔就可以換成條村嘅錢，仲要係冇利息嘅，緊要個銀行係咪？咁呢個時候咧，阿川神就出嚟話：我依家頒布一個穩定幣嘅法案，規定大家穩定幣只能夠去1比1兌我美元或者係嗰個短期國債。係咪就哇一堆人話哇救星嚟啦，天才啊，簡直真係天才法案係咪？金融圈創新，金融有救，或者講美國國債有銷路啦，37萬億冇問題啦，可以解決啦，哇賺到飛起係咪？咁究竟係唔係咧？前面提到下，發行穩定幣嘅機構類似於銀行，佢係可以收集社會大量嘅資金嘅。當呢個法案出台咗之後，相當於就允許咗好多大資本、科技巨頭啊、金融巨頭去發行一啲穩定幣，
去收集一啲社會嘅流動性或者講社會資金。America 呢個環境，邊個有能力去發行穩定幣，而邊個又係出錢買穩定幣嘅咧？好顯而易見係咪？仲有以前穩定幣錨定咩都得嘅，就係比如講呢期你美國嘅國債揾錢喎，咁我錨你美元啦，我買你美國國債啦。下期到日本仔揸 fit 喎，係咪先？咁就去買日元啦。咁呢個時候係自由啊嘛，冇綁定啊嘛。依家就變成咗只能夠1比1對美元或者講係美國國債，唔係自由嘅國度嘛？點解仲玩呢啲咁嘅嘢？用美元喎，短期美債4點幾嘅息，邊個還錢啊？美國財政還錢啦，即係一般人爭錢啊，比如講爭落銀行幾萬蚊，咁肯定係去打工啊，做嘢去還錢還息噶啦。佢唔係，我爭落銀行錢，轉頭我去問大窿借筆數嚟還銀行嘅錢，拆東牆補西牆嘅 Pro Max Plus 版，即係越借越多嘛，肯定噶啦。所以穩定幣解決得到美債問題咩？預見得到嘅美債只會越嚟越多，並且美債增多嘅加速度只會越嚟越大，貧富差距係會越嚟越大嘅。吹大個波係咪爆起身嘅時候，大家都歡啲啊嘛。咁當呢個波爆嘅時候嚇，到時候一堆機構啊、資本已經通過穩定幣好咩幣好，收集咗大量嘅社會嘅流動性，收集咗大量嘅 cash。即係咁個弟弟噶啦嘛，咁邊個埋單咧？仲使講，肯定係趙妻文啦。以為咁就完啦，都未完啊！作為虛擬貨幣嘅忠實擁躉啊，川省除咗發行咗以自己命名嘅虛擬貨幣之外，佢仲發行穩定幣嘅。川省發明嘅穩定幣叫做 USD1，係由佢家族成員去控制嘅。仔埃里克特朗普就係呢個項目裏邊核心成員。通過穩定幣呢個 USD 去收集大量嘅社會資金，然後去買投資或者買短期國債嘛，玩4點幾嘅利息啊，錢生錢係咪？簡直係無本嘅暴利。所以話川省嗰個穩定幣法案，即係天才法案，點解會喺美國咁快通過咧？好明㗎啦，去有利於大機構或者有能力嘅資本去通過另一種模式去收集社會現金、社會流動性，去割韭菜啊！至於有人話你咪亂講，呢個係有規定或者有許可證㗎，點係咪？家國家都嚟話事，一張許可證嘅紙仔都攞唔到，不要自己騙自己啊！所以川省點解會叫呢個法案叫天才法案 Genius 法案？當然啦，明面上國債有銷路，暗地裏荷包脹卜卜，簡直一石二鳥。你話天唔天才啊？所以穩定幣或者講穩定幣法案，究竟係救美國或者講解決美債問題啊？定係班權貴或者講大資本最後爆煲之前，利用呢個法案去再收集一波社會嘅流動性，去割一波韭菜，心中有數啊！我就唔講啦，係咁先，拜拜。